来看台中市第6选区民进党的立委候选人江兆国，伊是质疑讲国民党的对手罗廷贵因家族咧开的面店长期有咧占用公有地。不过罗廷贵是强调，这店的代志拢是因阿姊咧发落的，冇营业登记依法纳税，完全合法。 台中第6选区民进党立委候选人江兆国开记者会，指控国民党籍立委候选人罗廷贵唔那涉嫌占国有地，各用来赚钱。它其实就是一个违建，它并没有所有的房屋的税籍或者是一些缴税的证明。那这个地方长期是以铁皮屋占用，而且进行营业面店经营的事实。 江兆国定也提出抗议图，指控罗廷贵家族经营的面摊，店家部分占用国有地，店面唔那是违建，嘛占用市府规划儿童游乐园用地。那项指控的国外面店伫南区透早正常营业，厝内底人经营的面摊正做公众焦点。罗廷贵表示，经营者是家己阿姊，是甲厝主合法税的，不过违建的部分并无说明。房东所出示的所有证据。 包括他们早期就住在这边，而且他们是依法去申请有房屋税，有所谓的使用补偿金。姓王厝主嘛提出纳税资料，强调有纳房屋税甲使用补偿金，至少已经税20多档。不过江兆国定也质疑，这个地2006年就咧规划，2015年市府也并确指出有开发需求嘛完成征收，质疑市府是因为市议员家族直接开面摊，就一直无要开发。 因为我们因为经费的关系，那附近它的对面也已经有一个公园，因为暂时没有经费可以开辟了，好，那我们有依规有请这个占用户都有缴交这个使用补偿金这样。台中市府表示，这块地虽然互人占用，不过目前也无开发计划，而且占用户依法纳使用补偿金，一直到有要开发为止。也若违建的部分会阁会勘，进一步确认实际状况。记者综合报道。